位听众，欢迎你人来到槟榔福建的节目。这个礼拜，我人搁再就对来讲几个故事。感谢你人来槟榔福建的现场。一节目真欢喜看到你人跟咱来，有可能我放这 episode 是过的时候，我想已经是过，我唔知啊，我就去算看。啊，了这个礼拜我人讲几个事的朋友是几间老蕉阿龙欢诶。哎呀，阿妹个在叮当啊，龙阿妹物件个在叮当，了。惊！哦，原来是你零。了个有老蕉啊，阿嬷欢迎。大家好。阿嬷唔知到底阿炳有幾個數哦，可能到底咧。有耶！邊個嘅鬼？OK，了個有啊，到底新加坡嘅嘅報紙歡迎。嘅寶龜嚟了。嘅報紙，了個有夜要來接無趁接你，吹個巴士一點鐘嘅菜店啊，歡迎。但菜店啊都有招笑嘅頂面。唔是招笑啊，係是你 Christmas and Decor 啊。我成個招笑個女。看到。出面咯。我咧成講招笑，咱特別去看咧 YouTube 去看伊招笑啊。你講去看菜店仔招笑，就講是你嘅咕咕招。你去看菜店仔佢嘅招笑啊，伊招出來了，伊女掉出來。我未記 sorry 幾個告訴啊，แล้วก็有Skype 一邊嘅7號歡迎。大家好。現在我 echo 冇咩檔嘅，我攏聽到我 echo 檔啊。當見冇較早時。當見咧？啊 ，OK。OK 啊 ，OK， แล้วก็有7號，แล้วก็有老椒乾配歡迎。大家好。真係冇咩檔嘅，我 echo 攏聽到檔我 echo， 真係我曉得。有一個啦，呢個冇戲啊。Testing 啊，冇咩檔嘅咋 ？Hello， 等陣啊 ，interrupt 我係幾嘅告訴，真係冇咩檔啊，我就係 echo 呢，真係冇咩檔。Ha, mengapa tak datang? Saya punya echo。Hello， 呢個數 ，OK。แล้วก็จู่ๆก็อาหาร I can't press the wrong thing again โอเคแต่ว่าก็แก่อาหารแล้วก็สินเจ้า頭一擺嚟กับ人講幾個故事我白記頂到人聽過伊是叫盧卡布啊當佢特別講嚟講去變做我白記去啊我白記歡迎Is that correct? 歡迎actually 歡迎是人講話講歡迎啊你係講大家好嚇大家好搞得人好 OK 我白記是新疆嚟個啦伊等於我講頭一說嘅事後尾未了嘅事跟在馬所以當然到底嚟做人咯我白記是一半阿嬷一半鄧人對一邊白啊阿嬷白啊我係冇講白啊你冇白你冇咁白佢啲包佢哋講白伊無去 sunlight 伊屬個 umbrella everywhere 雨傘叫雨傘 OK 我講聽啦英國中伊有一本嘅 notebook 嘅啦
一寫起來新的字，還是一寫無你想對的字，寫起來就本冊的位。哈，了 OK，了個七號開始後排七號，介紹。金配咧。介紹啊！哦，OK，來感謝各位聽眾啦，講鬼故事。這禮拜咧，我要學阿嬤講聲，我要聽阿嬤嘅鬼嘅故事。等陣哈。哈， OK， 我掉啦。我要聽。我當今啊，我哈，係位啊，哈哈，是老店厝啦。喲，有。我在拍照機啊，你講。拍照機啊，是啊。แล้วว่าตัวไอ้ปังกิ้งอ่ะสังก็ปอลังไอ้ตัวไอ้因为冇啦，喺度就是伊是伊嘅壁啊，伊有寫一個，伊有拍新嘅冊個了啊，但是有這個視覺嘅位啊，伊存落來，伊無拍冊啦，因為伊迄邊寫這個湖啊。喲，安國湖呢？安國湖。喲。แล้ว你去迄個走廊迄邊啊，是個走廊啊，係好位啊。哈，高卡機。好位。誒，咱講。哈。高卡機有呀，嗰邊。高卡機啊。咱叫高卡機啊嚇。唔知，伊是哦，出內邊呢？哦 ，OK。行路啊。行路，迄邊啊，伊調嘅真正濟迄個阿媽姐嘅效應。哦，白哎呦！就是後調我搬來嘅時，伊就 start 甲我講有這邊應該有鬼啊，係咪啦？後調下你啊！我報暑假我頭先啊兩三禮拜啊，頭兩三禮拜我困無好啦，然後我暗暝去幫助我真係驚，我都行到迄邊嘅。大擺啊，就是聽到台灣人甲我講我驚嘅時，我就讀迄個念迄迄個唵嘛咪叭咪吽，唵嘛咪叭咪吽，安尼翻咧，我就安尼看去站班，แล้วที่ใจอ่ะ誒，你使翕或者翕相影互阮看啦，迄個湖啊，迄我翕相影啊，等者我哋因為我去到迄邊伊嘅 internet 伊 WiFi 冇哦，嚇，等者我就去翕。嚇，你翕乜叫啊？係啊，แล้ว後面啊，人講啊，實在是伊วันเต้是迄個後背啊，我後背有樓梯。哦。即係人啊，即係阿媽姐大迄邊有人捌看到阿媽姐嘅鬼。驚嚇，哦，鬼是行到我後背啦，特別我家己唔捌看過，特別我入來嘅時，我本家己講啊，因為人教，因為後調教啊，你講啊，我就驚啦，我就去困，阿妹我去困嘅時，我就家己講啊，我是來這邊啊，我斷落去節啊，多攏女對話好啦，你講啊，咪搞啊，我問你咪來考啊。阿嬤，你感覺到你可對鬼嘅看法有啥物改變？聽了本來福建，但係月節聽鬼故事啊，有對你對鬼嘅看法有咩改變咯？我講無改變安尼濟啦，就是。因為我細漢嘅時，我大擺是聽毛利嘅同學講伊嘅鬼故事啦，所以伊人本真正相信鬼故事啦，真係鬼嘅故事。所以我食這年無聽，因為我食這年無談多뉴스啦，所以當時我暑假聽啦，這個別人福建嘅鬼故事就是互我想到笑到。你那時聽到別人福建講鬼故事了，當今到啲別人嘅時，伊是你氣氛甲刺激。有啊，就是有咧位啊，有淡薄
就是嗰啲會暗暗啊，哈就是老厝啊，哈，誒老厝有鬼無鬼老厝就係看到老厝就冇驚。有時啊，because 老厝有啲會陰陰嘅啫。後條後啊看一個，你看一看到你就知伊有限度啊。哦。就是咧，我唔知是倒咯，伊個對面是窗刷啦，是房啊，房嚟啊。我袂記後條就知啦，伊特別好我看啦。伊講即個我袂記啦，即個老鳥是住迄邊啊，拍我迄邊啊，是真正大個厝啊，大間啊。袂記是倒咯。確定會。我要甲即個學白機講下，學白機啊。Yes。你怎麼會聽到你個人講話 ？In case 啦，你看你要是講話啥物事啊，你會使你mute 你嘅 Skype 哦。Yes。你 mute 你 Skype 啦。Sorry。所以我嗰邊聽到你講話嘛，可能你講嘅咪 secret 啊，你病啊幾好啊。OK。John 啊。你好，我講我 story 咧，我 because you know why？我第一去 shopping。what I bake for Christmas. Okay, 嚟你講先。Then next week 我 follow 你 next podcast. Okay, 嚟你講。Sorry. No problem, 嚟講先，你。Okay. 我係young girl 是啦 ，teenager 是啊，我跟我 friends 去 disco 啊。然後我啷嘢處嘢 ，my friend 啲得咯誒。Take care, okay. 然後我啷去 disco 時候，然後 after that 我對我 friend 你出來，我啷個了 about 5 girls 啦。查某啊？個肯查某查某，is it 查某？查某對。Okay. And then 我啷去了時候，我啷對嘅是嘢厝嘢 mother 厝真係大間嘅，10間嘅房間嘅，入jalan入關星嘅喏。And then 啊，咱接嚟門嘅時啊，我啷行接 just 行慢慢行，咧 suddenly 我啷聽到一個 movement 啊，一看 to the left 啊 ，left 是叫咩？多邊，看行多邊啊。And then 聽到伊 grandfather。伊 grandfather 死了誒，你知？伊 grandfather floating 啊，乜鬼度？撲了。伊撲掉啦 ，coming。你人隔了人看到個人看到。隔了看到我人走起啊！我 I think 我人唔捌走你快乜啊？我走啲嘅房間隔了 under 你 comforter 啊。看配多一條。I know 驚死人 ，but then 伊無 ugly 啊，伊 just 睇到伊成個伊 grandfather 呢，但係無開啫，睇成個 floating 嘅啊。真係 is short story 啦 ，but it's just like 我 goosebumps 嘅咧嘛。goosebumps 叫咩啊？魔鬼腸。OK。But until today 我會去啊，真係我睇那本魔鬼腸啊。你做一點做就看到，你看到是伊邊成個冰冰成個泡湯成個看到人。冰冰 and then 無驚啦 ，just that 我啷知伊死了嘛。Exactly 伊個人啦 ，you know。特別伊卡，你講未看到卡誒？無看到卡，伊成個 above ground 啊，你知無？是 coming towards us 啊，了只，哇！我啷跳去，佢哋房間啊，哇！你快哦！哇！你一擺年啦，你個冇看到人白刀冇上經驗喎。我唔捌看過啦 ，but that one time 啦 ，but then 我 last time 我做工喺 Malaysia 做工一個 lawyer 嘅 firm 啊。伊隻 lawyer 有鐳啊，伊買攞間嘅大間嘅 bungalow 啊，咧伊 join 佢哋厝嗰呐。One of the house next door 是 haunted 陽光啦。咧我 boss 啊。what is that called? Cowardly. Gable. What? Gable. Like 成個雞啊 chicken 啊雞。炸波嘅雞啦 chicken 炸波嘅雞啦。And 伊做工 late 是 make what？配。配伊啊，because 無打。無打。แล้ว伊叫我炸波去冚佢哋 lights 嘅了。無打。伊單條你面到擼去冚佢哋 lights 啊。個我無驚咩無通驚啦。但係要看到啲朋友講譜咧，我都驚。I know， until today 我會去驚死人。But then 伊是 he died peacefully 嘛。But then 我
有去伊嘅 funeral 啦嘛，所以我人知哦。哦，知是伊我看到哇，咩無講話，本來就跳起去安尼款啊。哦。Was just like crazy。你迄邊伊個，你行去時，你是看到伊個位是貴貴啊，是看開啊，看到伊個山莊冰冰。我人無開開啦 ，because 咱接觸嘛，唔係甲州人嘛。所以你看到伊個時是暗暗嘅時看到啊？無啦，唔是暗啦 ，you know 有 night light，you know，like 伊 mother leave 個 light 互咱嘛 ，because 查某對厝安尼 late，like 3點10幫細拍花你看啊，所以你看到會減啦。like 安款啊，特別細拍花。你安怎知講伊是到底是無卡，是伊卡鋪了到啲頭卡？無啊，唔知做咩事啊，無伊問啊無卡，有卡來試是嘛是有卡。特別你看到是？看到伊來拄啊，這些人會時哦。伊無開 just 成個伊 long Chinese pajamas 啊。哦，呀，見你看了伊看啦。無安款成個噗 ，you know like 成個 on the skate 呢？成個 skate 掉呢個骨呢，成 glide 掉呢。你看到 and then above ground 啊，唔是講。哦，個 above ground 個，哎呦。that's why 伊成個 floating 啊。喲，刺激哦。這樣驚，you know，and then 伊有成個like a mist around it 啊。哦，所以淡薄布呢，หุ่น呢啊。it was like it's like a real horror show 啊，成隻驚死嘛，驚死嘛人啊。哦。我不是講驚嘅。鬼喲，我是搞。看 horror 我驚。感謝我白機。叫我翁對我去震驚。哦。了會去我對我翁對我去震驚啊。Okay, bye. Okay, bắt đầu過來參加我，㗎啦。Yes, for sure. 聽到我睇安怎會使接咯。我 hang out 但係我本未接 hang out 啊。hang out 一定有 problem 啦 ，sometimes。problem 啦 ，because 我 internet is very good。So I think internet 有 issue。我講聽一個月時我到底一個月落音嘅時應該是我 still 到底變難過，所以應該是冇做，所以特別等個2個月我個做呢 regular recording 㗎啦。Well, hopefully 你2個月時。You send 我的 email， 我 always 彈你 email。from 你 Google Plus 嘅 email 嚇。Google Plus 嘅 invite 啊。Okay, good。感謝哈，我白機感謝。Bye everyone。拜拜。Everyone 再講啊。咖喱人。咖喱人 ，OK，I remember now。咖喱人，拜拜。拜拜。哎呀，臭味咯！依家臭味。OK，來，佢到啲個有唔是你撳配。John 啊，我講一個啊，我困啊，我袂tahan啊，我困去啊，這裡。你梗係冇後面呀？我白記嗰時困。唔是，我無論何，我特別 practice 早困嘅事咯，在哦。哦，所以我到11點馬來西亞點時候，我都真正愛困嘅。哦，咪就直看啊，做咩事你要 practice 早困？因為我愛調我嘅 hormone 啊。所以我就愛 before 11點半，我就要困咯。哦 ，OK。我定住嘅事啊，我這個幾個事是馬來西亞人最 famous 嘅係跟篤啊。OK， 這個事吼，伊是發生喺我大媽嘅 auntie 個了誒。哦。我大媽嘅 auntie 樣吼，就去迄邊成水灣去咯。แล้ว水灣去啊，就去邊水房間咯吼，แล้ว伊就甲人講愛房間，人甲講無了。我講你安排互人咯，แล้ว就安排一間房間互人咯。แล้ว入去就係人嘅物件嘛，休息一下咯，休息一下洗面啦、換衫啦，แล้ว就出去咯。這是最近嘅。多久啊？嚇，應該是1年前安尼款啦。แล้ว人入到學堂吼，人洗面下面啊，常是會較亂啊，無你常是去曉你嘅luggage後面甲了嘅嘛，是毋是？แล้ว樣是4個人一間房間嘅。你樣啲撿物件啲洗面下面嘅時啊，吼，都有人來敲門咗，都一個犯人來敲門。你講人入唔到房間嘅哦。你安啲個解證，我講無，人入。對，伊個也甲互伊看甲伊講對誒，你看即個房間是黃誒。伊講毋對，亂入毋對房間了。
你講，哎呀，我買甲你講啊，這房間是黃嘅嘛，較霉啊咯。แล้ว佢又嘅嗰隻嘅患啊嚟嘅講亂入唔到房間嘅，亂到要換，這房間唔是亂嘅，亂袂使困這間房間嘅。因為來就講，這房間是黃嘅，準備說你奇怪，你哋叫人搬房間。無上人啦，無上人嚟去教人講。嚇，無上人。你後尾時候，有冇無插銷哦？照做樣嘅物件，人就出門哦。出門啊，暗暝對來時候，一開房間入去吼。伊個房間是下面本無誒，喲，空空啊！嚇，規間房間空空個了誒，下面本無誒，伊就是講伊個垃圾加了無加了去咯。喲，樣嘛是嚇掉誒，可能慢慢想要安怎好樣嘅物件加了佇內面嘛，然後嘛走落去樓下甲伊個查某講我物件無加了去啊咯。你就我甲講，你咪緊張，我甲你鬥吹。你講奇怪啊，因為樣嘅物件樣是曉甲亂呢嘛，迄大啦沙面本片啲迄個門窗面頂啊，安怎會馬路接個房間是上啊完全新嘅房間啊，抾櫃安尼款啊，伊 housekeeping 嘅抾櫃甲了咯，你係是迄查某甲是會甲伊吹吼，吹到樣嘅垃圾箱。那樣嘅物件吼，是佇迄間房間嘅隔壁間。哦。你找到嘅時候，伊垃圾是個咧是擺甲水水嘅。好像看到這個魔鏡，好我小英，我個驚咧。房間嘅吼，就買講嘅時候。你看伊叫我小英，你看攏看到伊咧馬仔了。喲！哎呦，我大媽去翕啊！我驚哦！嗰啲湖啊！啊，大湖，湖啊！湖嘅水嚟，是你？即湖嘅水，我係變成嘅比啊！哦，哇，去到變成比啊！好嘛，呢波比魯嘛，波比蛙啦！是啦，我真係都見咩冇睇好困啊！係啦，了，你困嘅時無，你耳邊無想講聽到人唱開嘅就聲，肯無啊？哎呦！我今是聽到迄個，就是頂擺講幾個故事，是講個對到迄個 crinkle 嘅聲。哦，哈，抓落嘅聲。嗯。哎呀，我就是頂到時到咧蹲學到嘅時聽到咯。我那特別講那是我自己抓落誒，一行是吹啊抓落，啫。你驚起來時啊，你後面字位聲有冇聽到誒？你特你耳啊，成日聽到細後面嘅叮當㗎啦，你冇聽到㗎了誒。有呢？嗱，伊學先卡數都冇聽到。伊係幫下潮冇聽到。你學到，伊學到到底是伊樣嘅物件，只是鎖起另外一間，還是樣只把自己幾隻目睭了起唔到間？鎖起另外一間。哦，你環那部咁樣鎖起另外一間，迄間房間是迄個咁樣講嘅環那部嘅，你明唔明？哦。所以吼，就是講人入去西邊嘅時，迄環那部就講亂大唔到房間，因為這房間是亂嘅。伊是warning樣啊，佢是無啊，講即根本就是互我房間啊，都無咩問題嘛。你樣找到樣嘅垃圾嘅時候是擺甲水水嘅，是第一隔壁房間擺甲水水嘅，個個人扣好擺到對水水互樣。tapi geliok。有淡薄geliok，tapi伊不是算好嘅咯，伊有冇做？伊是算好嘅咯。伊冇做樣。其實即係時我冇觀察嘅了。我聽到就係，譬如人講鬼是。唔是但係鬼門是嚟做小嘅鬼係咯，我哋鬼是實在樣是成啊差亂啊那款。伊是樣是叫差亂，伊是個人，總之伊是鬼嚟講下，伊嚟個人 communicate 下，咱就咁解掉伊是差亂嘅呀。唔是，有咧是差小嘅怪姑娘。你不好你知樣個啲？嚇，對。你不好你知個啲數，所以用嚟想。學你知講 OK， 我到一邊啦，咯。是哦。本是驚。驚哇！我後頭陣時講大咧，我哋學到我係驚較小嘅。你咪時間啲人講好啫啊！
啷那是講好啊？嗱，1月3號時我使黃江湖落浪嘛。after 我簽名第3日小做了時切嚟切嘅，因為我講黃江湖咯。你係學的呢款？哦，我個話咧，哇，先就收啊收啊阿收。John，你唔是愛跳檔先？我愛跳檔啊！阿 John 係 work 一部嘅湖。意思跟啊，你叫嚟朱古力呢？誒湖寫晒，係你朱古力湖啊！我是一隻湖啊！你，我是一隻 fish 啊！你。安江湖。แล้วก็即係新加坡嘅布基尼我去困啊 OK good night 邊邊見啊邊見แล้วกัน good night ฮะไอ้เจ้าก็ทำลอง講啊咁去邊見 OK 我嚇掉 OK 我電 WhatsApp กับลูก講嚇 OK 你 send 我 WhatsApp OK 收錄啊等佢㗎好佔咯拜拜 OK 咕哩，拜拜 OK 拜拜哦我真久冇看到咁配啊嘛一年客嘅啊冇看到咁配我唔捌拄過阿嬷我真係要緊要拄到阿嬷你講你未來我係 show 啊我未來我迄個時我已經佇上地了。哦，因為我雜節到上地對去啦，我甲伊一個朋友講好了啊，就希望去清邁對伊啊。所以我本來愛住較久啊，特別怎講啊，我朋友來啊，我白去食飯，我想講你是較早來啊，安排唔得。特別你會拄着咧，因為我19號啊，20號、21號，對，搞到21號，我想試下21號加即係10條長衫教會 BB 話我想試要翕物件21號，係 BB 就係在喎。係啊，嚇，OK，就去對啊。แล้ว我是19號教本，我19號教檳城19號19係 Apple 教檳城，然後20號時我有一個 order 物件，所以20號未搣，然後特別21號特別要緊特別搣啊！21號時教會話20號我有20號我有 something，你幾號走？21號啊？21號啦，我是單路對來了，我甲去上地。哦 ，OK，maybe 20號我是 reunion 嘅時候，我係 primary school reunion。20號，所以maybe 21號特別。20號是喂，20號是21號是禮拜啦嘛對哦。是啊。哦，你對，21號21號我有上個卡拉 OK 還是 something 特別，但我 make sure meet 到21號。OK，แล้ว來嘅報紙。啊，聽到哦，聽到來，較好啦。OK，你邊你朋友人困呀？我 OK，我 usually format 我講一個好笑嘅啦，我話老實講㗎係咩嘢啦？嚇，較驚。所以昨晚講我係講媽嘛，所以講古早大吉他係邊做後調嘅嘛，所以伊古早是大到伊個等那邊咯。OK，所以大到等那邊。伊迄個compound 那邊咧，伊規家人咯，喂直啦，喂過啦，人家了做。哦，佢間厝人啊，大邊。แล้วกุจ้าไว้มากูฉีเกนว่าน้อยเว้ยโจเฮาเตี้ยวบ่มีลุยมาโซอีตัวอีเฮลิคอปเตอร์ล่ะมีบุญฉี咯โซอีแต่พี่อีหลัง有一個真奇怪 rule 咯就是講伊到暗暝的時啦伊天氣暗呀啦都別伊人都別使出門啦because แล้วอีหลัง是哈密樹啊那款呢迄個 rule 咧是因為哦安怎就知哦？伊人講迄邊有4老闆呢。แล้ว甲刺激嘅，甲奇怪嘅是蝦米事？就係我媽哦，伊拍衫啦，伊拍衫就是早起就拍衫，暗暝就著收了誒，伊袂使放到外口。แล้ว蝦米事咧？是因為哦，伊人
有幾擺人未記哦，放到外口未記哦。第二節哦，你看到啊，我係講嘅底褲啦，衫係咪個了哦，多潮枕頭頂。哦。แล้วกูเบลกินว่ะแล้วไอ้ขวาเดียวว่ะ就是講我係講嘅底褲，กู真係人情款是一款 boxer 嘛，是塊底褲。啊，伊個那個和那個鐵安尼食嘅喎，就是講那個和你是老闆哦，切嘴啊哦，出去，人講和是老闆切嘴啊，伊出去叫條破去，啊個淡薄血啊，淡薄錯啊，安尼唔食嘅喎。哦。所以伊人古早都係try一啲種奇奇怪嘅物件咯。แล้ว伊人講人嘅 canteen 嘅背門是有看到那個阿妹就是看到有影啊，咁樣走嚟走去咯。所以迄個是一個啦，แล้ว佢一個是我嘅籍咧，伊是 artist 嚟啦。所以伊古早伊常常去檳城，伊去做伊迄個 exhibition 啊，係咪物件嘅，แล้ว伊就去。伊有大檳城嘅咯，所以伊有一幫咧，伊大檳城就是咧，伊做伊 exhibition 做一隻久嘛，所以嘛隨一間老厝大咯，OK， 所以隨一間老厝大，那個做伊 art studio 嘅話，然後伊是那個 photographer 嘅話嘛，所以伊翕照影嘅嘛，然後伊就喺邊伊擺迄個 art 咯，所以特別伊擺 art 咯，真正個理嘅喎。伊有一個咧，伊一個art咧是伊夾迄個款古早嘅酒紅啊，迄個款大大嘅酒紅，人夾嚟浸物件啊，伊夾迄個酒紅，然後夾迄個酒，然後浸，然後內邊咧浸一個 face mask。呀，你去看是咧香，你起來看你那邊啊？啊，是咯。你放到迄個樓梯隔壁喎，樓梯邊啊喎，咁行起來嘅時候看到。哦，你看到你紅嘅裡面有隻面啊，那看起來看出來。啊，是咯。然後伊個一個咧是伊夾迄個古早人，按怎講啊，人畫不達嘅迄個桌頂啊。哦，哈。叫啥物啊？makeup table 嗰款啊。啊，所以伊嘅迄個鏡後尾哦，伊 instead 伊放一個 mirror， 伊放一個鏡哦，伊放。那個一塊玻璃啦，後尾放一個小影，特別伊小影咧，伊就用伊迄個 technique 哦，所以伊學迄個小影嘅人哦，無變嘅喎。哦，變做女仔啦，變做女變去啦。啊，你就徛去頭前我那個看到一個查某無變嘅，食迄款古古怪怪物件個了啦，所以人就講迄間厝 already 有鬼了。特別伊個走去變大，然後佢放安款奇怪嘅物件，然後伊個一個一隻暑假，伊時一隻暑假咧，伊買迄款古早嘅人做去帶迄個布條啊，伊帶迄個布條，伊古早是人畫嘅嘛，用手畫真水嘅嘛，所以伊買到一個咧是唔知國係咪迄個周潤發還是成龍嘅戲啊，然後是。成龍是周潤發，伊咱一個目睭夾了一支青嘅，咱幾條路都知哦。所以伊放了伊嘅迄個壁位，然後安怎擺掉咯，擺掉伊廳位咯。所以伊廳迄邊對面是一個窗啊就是夾一條街路，就是對面人嘅厝啊嘛。所以有一日早起，有一個安弟哦，伊對面迄個安弟哦，伊早起開窗啊，然後迄位這是窗啊冇開掉。早起一開窗啊，看到那個一個人看到伊咯，伊就拍掉，然後就人講有鬼咯。其實是伊個 exhibition 嚟啦。啊，伊 exhibition 嚟。所以我直台邊大好久啦，然後就擺講驚咯，聽到有樓頂有聲啦，有鬼啊，有蝦米物件咯。伊個 location 是在布袋邊咯，所以這裡是第二類，然後第三類咧是等，少條聲。我會介紹兩類人把你個接來，一個是秋樂啊，曉樂啦，歡迎，曉樂你咪 mute 掉個。Hello，曉樂，誒，那個另外一間是住來雞，你是住人 Hello，哈，是你是住。
你名咩？新椒啊？治療。是新椒呀？咁。你是新椒呀？我幾個知道啦。我把幾個知道，頂到你叫咩名？我未記啊，咩科拉罐嗰陣樣。高拉罐啊？嗯。高拉罐，你把幾個知道，頂到是隻股啊？炸菇啊！講啲破地嘅。哦，講你厝，你破地嗰時講我你厝。我哋山河嘅。哈，對，我記錄，按到吧。冇啦。對啊，唔知什麼你只講哎呦按到，就這啊，未記啊。Anyway，OK，來，歡迎你名咩高拉罐啊？定擺事啊。嚇，當今有新嘅未啊？當今有新嘅未啊？科拉罐咩使？誒，高拉罐你愛來買？來咯。1月3號啊。幾號？1月3號，檳城福建嘅慶祝10年，做檳城福建10年就啲檳城back嘅。檳城 back 嘅。係啊。1月3號是拜幾日？拜六。OK 啊。啊，這大你去看，特別只隻，我俾只隻人來啊，冇你甲報告啊。會記啊，1月3號啊，我去請只隻人來咯，佮有請美珠來唱歌。要買 ticket 了。免買 ticket free 即去，特別我是講，你去到嗰時我有學 donation for 你 musician 樣啊，然後學你所在位所會，可能特別免你是你買學本唔要緊嘅。啊，特別特人未使接。OK， 攏講啲點聽。嚇，แล้วก็我你是來聽的哦。你無鬼告訴講咩？未，唔敢講。做咩唔敢講？我愛聽來。冇鬼告訴我，冇鬼告訴。嗰時嚟逗留咗。哦 ，OK，嚟啊！你估冇來啊，盧？啊？你估冇來啊？冇應啊！嚇，冇聽本啊！我真係都聽到，你就再講我有佢咧1月3號啊嘛。嗱，都冇聽。你嘅話，自己我特登我聽是不是啲office 做公司？嚇，我當見冇做啊嘛。我講啊。做 freelance 嘅，我自己 freelance 咯。哦 ，freelance 就全部使辦。啊，冇啦。聽啦，聽別見歡迎你到啲嚟。曉落。曉落，幾個時候曉落？冇。等你嚟再幾個時先嚟聽啦。當聽你使用 Skype 聽哦。你使唔使用 Skype？I mean 你使用你 YouTube 嘅 channel 聽嘛？係咪？特別別見啊，冇講，看 unless 有人被接來啦。7號即係幾個時7號嚟？OK。7號嚟講下。聽清楚我講嘅。真清楚，真正清。OK，這裡是 actually 是我嘅真久嘅按怎講？同學啊，同學嚇。OK，he actually 伊有一種嘅病是講按怎講啊？冇叫 depression。哦，憂鬱症啊。出啊，係咪？憂鬱症叫咩 ？depression， 我唔知啊。出啊。憂鬱症啊。嚇。OK， 憂鬱症啦。OK，so 伊 actually 有故事 behind this 啦。OK， 啲人哦，一路嚟講哦，我捌伊是10幾年啊，15年啊喂。So since 中學嗰個同金咧是真好嘅朋友咯。特別一路嚟，一人是真好了，會傾嘅，了會笑，了 something 會伊可能有 depression 嘅一種 emotional imbalance 啦。OK，所以 actually 要頂到要攞嚟 encounter 咗，攞到 encounter 到3年嘅。OK， 頂到大只細漢嘅時咧，伊是大8,000波邊大嘅。8,000波下咧，下邊在下咧係咪 BBB 啊？下咧，我就講下咧水係咪啊？水公司咯。公司所以入邊有8,000波入邊5層樓嘅厝嘅嘛。厝了下咧搞關係啦。所以伊是大其中一間合併咯。所以嗰陣時伊有伊 family consists of 伊嘅 mother、father 加伊嘅little sister 啦。所以嗰陣時嚟講，伊爸媽間內小妹。冇一個小妹，一個小妹呢。小妹。
是嚟決定嘅人咯。所以嗰陣時，伊人嘅 family 是真正 harmonious 嘅。你朋友唔是查某嚟啦？冇，我朋友已經是打波嚟。你嗰個係我 sister？冇，但係冇咩？冇，我是講伊有另外。OK， 你另外一個 sister OK 啦，伊小妹啊。即伊家伊攞一個小妹咯 ，which means 攞嚟 siblings 咯。然後伊有一陣暗暝時候，伊去伊嘅站辦，伊厝是啊四間嘅，兩間，會使講兩間 bedroom 咯。然後一個是伊嘅灶卡是 connected to 邊有一間嘅站辦嘅。然後伊結咗啦，好像結咗，佢走去站辦下邊一個人咯。然後 at the same time，伊 family members 是帶灶卡，冇想為下邊啦，做人佢見面嘅咯。依家下邊嘅時候，伊冚門時，冚伊站辦門時候，伊站辦門頭前有一部鏡嘅，一個 mirror 嘅。然後伊去下邊，然後看伊目睭閃一邊哦，伊看去 mirror 哦，伊也會徛到一個查某。我第一見你看你啊，鬼係啲笑嘅還是？特別嗰啲不是 uniform， 不是一個查某白色衫，長頭毛髮無面。特別好，你想看還是講啊？這鬼世界鬼嘅咧是上一看嚟就無用。聊。然後伊想伊下咧是一陣咩看是3-4秒，看咯，伊驚咧，伊看唔到對哦，無行。我當今咁暗我 studio 嚇，我驚咯。我嘅驚了，我死啊！我慘啊！真係。我諗話佚佗自己所在。佚佗咁你上位啊，小我上江啊。每年。特別我冇看到伊嘅。我想你講伊當今到底下邊，特別我冇看到伊嘅喎。我看到阿妹裏邊嘅驚人了。佚佗是，OK， 我知影佚佗是唔是？佚佗是唔是頂當是有遐旺嘅，當做是不是？頭一道 last year 嘅，係一間囡仔啊。冇啦，係只叫。OK， 你是唔知咩 publicity 啊 marketing 嘅咩啊？唔是。哎呀死啊！一間有來過，佚佗我捌拄過哦。你講冇面對過啊？OK， 一道有攤拄咯。一道有過咯。哎呦，攏看到我驚哦，你個灰，那我瞧個灰，哎呀，袂瞧。轉一擺都對來就估。我聽到個有聲。呀，伊每傾啊！我看伊啲冰嘅頭啦。嗱，看點動啊，妹。I know 啊，你 foil 你 duct foil reflection of 呢個機 ，OK， 我識驚啫。OK， 但係就是每晚係咪冠軍冠？唔是莫對高拉冠。我每年擺對嚟就估。我對到一個7號。4日啊！不，我12號嚟搞啊。嗰兩禮拜去搞咯。你嗰邊咧唔是啊？我喺 Armenian Street 啊。那家姐阿嬷咪是我咯。你當今大？你隻阿嬷？係咪是阿嬷？阿嬷啦，阿嬷是阿嬷啦，阿嬷寶。Cathy 啊。邊啊？你看到？看到阿嬷？我看無人嘅聲㗎了誒。攏看唔到 ，OK。伊是大。我你係講阿嬷話啊，係講福建話啊。係啦，伊安怎學嘅？Because today 我看啲 Facebook 唔知係咪 post 伊講伊係講阿嬷話嘅，伊哦啲目鏡啊。對啦。是啊。到啲伊到啲 Armenian 咩？係啦，伊到唔是啲 Armenian Street 啊。讓你使去賭，讓你使去賭。邊嘅邊啊？你應該做一個啲 Armenian Street 嘅。是啊。你就我講唔知物件啦，你就我講伊係講阿嬷話，伊係講阿嬷話嘅。我有講福建話。阿嬷有講阿嬷話啊！我看到我家己變下定我家己變啊！你嚟下面做啊，做你所在啊！
哦呀！誒啦，我諗做一個嘅，個再加一間啊！我當見冇嘢，我咪做我問一個阿明呢是做誒。阿明呢？呢今日到誒冇啦，笑。歹勢啊！歹勢啊！阿明呢？講我啲阿明呢做做咩嘢？卡車店呢邊嘅卡車店。我要做隻 show 就絕對會使哦。我去落啲 show。高檔店啊，高檔。你是冇得開店㗎？誒，我白佬咩？冇我 studio 啲邊。Louis studio 做咩嘢？我做 ID 嘅。做 ID 嘅。interior design。就是講行過迄個未生完嘅位，就是生完就我呢位哦。我是對面擺講大白講嘅10間嘅。大白講10間嘅，就是有一間海南菜館嘅啦。冇海南菜館啊，冇我是講古早卡車店邊冇買是條大白講一擺買卡車店，個頭毛店。對。我卡車店邊啊呀。古早卡車。誒，咱會家去做幾個告訴到啲阿明 street 誒，還是會做去即個管水館不帶館，安尼咩高拉館嚟做。我原本係講咗。唔要緊啦，幾個爽嘛，你自己。你往人食凊彩嘅，往有鐳有大波就使你往食凊彩嘅。我 feel 到你應該做 maybe 你嗌嚟講你就做拜啦 ，because 拜啦人真係人有嗰啲咩，阿咪人 got talent 啊，我就係怎麼行平時太濟人呢？哦，哎呦，我是要做咩？我是要去邊錄音，錄幾個告訴佢咧，睇住咩？冇幾啊先，阿毛係幾度啫啊？阿毛係幾係咩？哦，阿毛。阿媽，那我你都望四字啊，望正有一間啊嚇，立路啊你，去國梅路啊。你有講㗎啦。嗱，你聽到我都冇聽到聲，你話講你講好邊喎？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係啦，集幫啦。Say hi。Hello。Hi。Hi。誒，我唔知啊，我有可能捌跨過路啊，我唔清楚啦。我住喺啲在卡瓦路嘅位啊，有一個人啊，伊本是一個頭家是阿良啊，就講水阿良啊，阿良我住喺阿良隔壁啊。哦，我隔壁呢，各咁樣去各一邊，快聽到。我白衣我有時去。哦，你白衣，我成日都代一邊嘅，我想去各一邊就聽到啊，好笑啊，是度。OK，你咪講啲鬼告訴，講啲叫做你到阿明年書冇鬼咩阿明？冇啊，咁啦，人講一邊有鬼，代表冇 feel 到有鬼啊。你想食嘅啦阿明？冇啦，我買咗大冇鬼啊，4年5年啊。哦。呀啊！咁啦，人講我厝，哇！你厝有鬼啊，明唔明啊？冇嚇。我多陣時都冇數。哎呀，無咱去出，若是講有機會來講啦，我驚講我做上濟物件 over commit 若是講有機會來講啦。if you A 啦，if you A。我 weekend 我 weekend already 滿了，我 weekend 是滿了。特別我若是講去一暝，成日講阿暝時候，咱咪 after dinner 啦，咱去邊食咧時，咱過去後邊娛樂，幾個數咯。會使啊。去你厝嗰邊嘅，迄是你厝嘅嚇。他平時你厝啊？我睡。你 studio 啦？你是睡。哈。白天是。伊迄邊 under 係你大白講嘅啦。under 大白講，咱講下咩事是過去大白講會叫人嚟叫人咯，咱講幾個事事。並鬼唔加來嘅。哦，就按下你可能有人報備，特別我問你迄邊嘅厝是唔是老厝你看你 studio？是我heritage 有8年啊。哦，笑，哎，咱 Kevin 落 maybe 哈，阿龍。會使啊，你教我知啊。OK，我按照你知。我講對迄邊咧阿明年水，哎，冇對關唔是，佢。好啦，你有我 email 你實 email， 即有我 email 我。我唔知有你 email 喎，到底你用gmail.com 嘅。而且我感覺我捌伊嘅。你幫你有沒有？你未看到網下？我看唔到咯。你看到一小影啊龍，我 click 一小影啊。係喎。是小影。伊頂到咪起來過啊！我會記伊樓頂嘅位伊房間，伊有一啥唔知咩太原啊，什麼河山咩啊？
太河、山河啊，什麼嘢是山河。啊，山河誒，迄是古早出租迄個大，迄個古早單人誒擺招擺來，然後伊是一巴留落來誒，然後伊搬走嘛，兩個，然後伊無，我是解我叫伊賣互我啦，然後佢有真久佢個賣互我，係咪現在就是路嘅當今？冇一擺，係signage，我哋擺。阿 John，我睇Angker 搬出去就貴先啦。哦，你本來除咗啊？我俾你隻啦，你紅毛面嘛就？冇啊？你冇紅毛面你紅毛面係質量咯？咩冇呀？冇啊 ，OK。質量。John，鄧冷啊？啊，鬥嘅。我咪仔都食鄧冷嚟。鬥嘅講咩？我出前擺賣伊個招牌互伊嘛，我會記伊是有 collect 各種嘅招牌啊，因為不錯跟咱來伊厝看嘛。我會記。不錯跟咱，我會記咱有小跟你厝咱看伊個招牌係咩物件，我會記咧，那算有。我未記伊人做了。我有 collect，actually collect 淡薄成個 vintage 嘅物件，可能特別唔是 antique collector 啦，我是實熟啊，你看。冇以前我 collect advertisement 嘅 signboard 是唔是？是咩？我會記迄個山河呢，我會記。For someone,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him or not。河山還是山河啊？山河。啊。OK，我甲 email ，at the same time 啊，你會使reach out to 我啦，就是講我未記嘅什麼哦，你特別呢個事你使甲我講 ，WeChat，我有 WeChat 本，我 WhatsApp 是啥物 ？WhatsApp 是啥物？你是講 WhatsApp 是啥物？你無 WhatsApp 你 contact 你寄互我啊！你嘛嗱，嘅邊頭嗰啲答互咱看咯，那麼邊啊 chat 位我你會使 add 我特啲，我會使 add 你本啊，特別我唔知，安怎 add 我當佢用伊就未答咩嘛，唔是？你當特啲 phone 嚟啊？你當特啲 phone 係啥物？我啲 iPad 喎。哦，特啲 iPad 嚟。Google iPad 冇 WhatsApp 嘅 ，iPad 冇 WhatsApp 嘅。冇我就係特別我做。你 phone 我未答。你send 我隻 send，OK， 我 now send， OK wait，我 send 你隻 email now，OK， 我 send 你隻 email now，แล้ว你是你我甲你講我 number 上面，แล้ว你寫你記 at 我。會使。OK，來啦，當你接去講幾個數，咱 make arrangement， 我個仔夾工啊，阿龍唔到我買就幫行啊，我對佢，阿龍。特別你都冇講做咗隻物件，誒，臭落我本做咗隻物件，本做 hello。我知 ，but this is my fucking vacation 我當佢冇是啲。阿 John 你 enjoy 喎，阿 John。我 enjoy 是講我 time 嘅有限呢，我嘅穿。誒，特別我同你講，一刀真係冇上咯，一刀我就冇上。因為我係你 poster，我是擺啲外口嘅啊。嚇。嗱啦，樓頂當然是 popular mega fair 度。哦。所以有20幾千人行去行落度。別怪啦，看到人翕好啊，看到你嘅 poster 咧，咪講誒，咩物件嚟？係啦，寄 flyer 寄走去度。哦，誒，我講聽啦，佢冇水人嘅使寄。哦，即刻係報價誒山河就水嘅。OK，我3號，哎呀，3俾一秒新名咪就變咗3號而3號。OK，你咪3號哈，我今日甲人換名個了，但係你攞卡簿我叫變咗叫伊學白機去我叫學白機了 ，even though 你相似啊，長機，是我叫學白機啊，3號，係，你冇有咩？但係你講大家人唔使來下啦未？冇我是未。會使，我係 concert 啊嘛。會使叫我朋友 friend 基本。會使，你使叫佢帶佢店嘅人朋友就嚟來。會笑嘅啦嚇。我 friend 嗰啲會笑。嚇。我 friend 有你撳配本白咧。哦 ，long design 咧，即係哦 industry。你白藍藍哦。你白藍藍哦。藍唔白喎。藍藍我看你知名，我一知啊名我看你知。特別撳配唔白話啦，特別一白話 friend， 我白啲 friend。哦，撳配真出名啊，真紅嘅撳配。
你打算是要教員啊嘛？係啦，時候我就是要對佢借教員哦。哦，有啊。我 friend 都 OK 啊。OK。好啦，你嗱個聯絡，我當然寄 email 下咯。我當然講到啲咪講人啊，講鬼嘅。即個菜店啊。你頂次是講我笑掉，你特別講冇，你紅險笑掉誒。是哦。就估冇講我 OK， 我覺得嗰時可以，我覺得打。等菜店啊，你1月3號嚟啊？我可能未嚟。你去吉隆坡接7號先嚟啊？吉隆坡不中誒。3號嘅時我未對決定。哎呦，這個線。如果一個冇辦法。往厝嘅等於迄個大嗰叫咩？往厝嘅一個大小爺生日。然後我家母係佢做生日嘛。這是你嘅小妹，你小妹是指啊？你小妹？小妹指嘅囝啊？對，我小妹嘅囝。我家母是你小妹啊？一個月頭生日嘅嘛。伊唔是有聽呀，聽到你講嘅會立你啊？冇啊，伊冇聽，我點解有佢講過就伊冇聽啊？OK。了，唔要緊咯，你27號嘅事，你特晚都聽到話人講佢哋吉隆坡都誒。我是冇聽到過。OK， 即係 episode 辦嘅時有可能是過去啦嚇，特別都落熱鬧，但是話講12月17號，還是講2014年嚇，唔是19年。2014年嘅12月17號嘅時，到啲吉隆坡嘅 The Cube 嗰邊嘅布種嘅位嘅新嘅 Starbucks 嗰邊meet 1點下晡拜六。OK。阿 John。波槍波槍嚟。波槍is na Bandar Puteri 跟Columbia Asia Hospital 嗰頂。OK。到啲黑餅，我唔知道路啊，我只對住南西講呢。南西嚟載我去。昂冇鳥講對爸爸們去。OK。OK， แล้วOK 嚟講到對鬼แล้ว你講對鬼嚟。阿 John，sorry 阿 John。你做咩？sorry。頭先我講一半等塞個，伊是那 Bandar Puteri 嘅 Columbia Hospital。猜得咪知啊冇？知啊。嗰時隨知啊。最新嘅 Starbucks。是剛好 Bandar Puteri 你冇 number 冇？有個燒掉，就講都冇話。那我 WhatsApp 都快安咗啦，睇下馬哥啊。OK。แล้วOK 嚟講鬼嘅女睇點啊 ？OK， 你嘲笑我哋看到你嘲笑電動係到啲頂面你嘲笑。只要我行市吹你條嘅，一條俾笑啊！你嘲笑嘅出面嘅。有你鬼嘅。OK， 係有一個人伊無路去水厝，伊無路搬入去嗰邊無久呢。然後伊有一日就伊就看到因為拍衫是做外口嘅嘛。應該係講100蚊啊，120啊，然後無包嗰啲拍衫嘛。應該拍衫是做厝外口嘅嚟講，國客機嗰邊。然後伊有一日是。伊佢就叫查某倒落去，個拍衫下邊。老人是少年人。少年嘅，伊唔知是看啲跳落去，還是撥落去啊？撥倒落去，就見咗走出去看，後尾看到下邊無人。然後伊就冇驚咯，然後伊就去找迄個厝主。伊問個真久啦，厝主咪講，伊個。其實裏邊亂啲規矩拍掉伊梅伊啊，伊隨伊啊咪，然後後尾厝主咪就講，即係伊係隔壁哦，伊大下邊有兩個無大下邊，
了样是而且真正好诶，了有一只样小妹，了迄个查某真激心，了伊了吼伊就跳落去大边，自杀死去。你我看你看到迄个跳，你看到你查某巴肚诶是到底楼骹一站，是到底楼顶诶，看到伊跋樓骹诶那個上一站呢。啊，了叫後尾伊就後尾伊開始無搬入去嘛，了伊就就面要大那邊個咯。你就冇驚啊？了後佢啊無久伊對面就冇搬入來。你就就冇講一條數啦，伊家講就講有看到物件是免去啊，還是咩啦？了，佢啊無久吼，還有查某吼，你看到嘅吼是一個大波，嗰邊跳落去。哎呀！特別你看到迄個大波，特別伊不是上門，你看到嗰邊大波跳落去，特別迄個大波咧是。走去看是無誒？冇看到，冇誒。你頂間有時攞嚟做隻跳樓啊？你我嗱叫做講起啊，無論是就講，就是阿歡呢，然後後尾是去吹，好像去吹嗰啲報紙啊，嚟吹，無論是就講叫是嗰個查某成跳樓落去，死啊！佢伊紅極心。你叫無久過後。我自己跳啦，就不是大邊跳落去。伊是幾層樓跳樓一層跳死咩？冇啦，應該唔是講正關那邊。冇，伊迄個是啊款嘅拍門嚟關。了，佢啊無故事哦，伊唔知迄個查某唔知係到伊去找到一個新聞啊。啲是迄個出租號，伊有水，迄個最近有水就。一厝和一個甲寶大，你特別係哪裡搭？迄個甲寶個哪叫哦？本是當時迄款有食白粉嘅啫，食白粉嘅了後有一隻河伊出租發現到了，然後係哪紅係隻甲寶哦，還是實施係出租了嘅。係就我意思啊，係就我哋計嘢係就大波講。講一條數，而且佢出租不是死了。呀！意思即是貴嘅，甲發覺到啦。Long after that，甲吹到這條新聞啦。到底倒落去加南部嘅啊？唔是啦，即我是聽邊來嘅多，到台灣嘅。台灣真搞台人嘅哦。全世界嘛有。台灣梗有太冷啦！即個豆嘅有幾個時講啊？豆嘅冇啊，OK 你聽 ，OK 吉布茲呢？吉布茲嘅有嘛？大媽第三例嘛？吉布茲講。吉布茲冇影掉。好，OK。แล้ว七號咧，七號個有七號或者幾個數嘅七號。等陣個阿涵有啲阿涵來未？阿涵。阿涵呢啲病。阿涵嚟啊 ！OK， 等陣啊！七號等陣我學阿涵講啫，阿涵有幾個事講。阿涵嚟。是OK，所以我3歲時我媽有一個 miscarriage 啊。你媽？我mother，我媽咪。或者我媽，你媽3歲時媽個就 miscarriage。你 mother 啊 ？OK， 你媽。了我人就無拜迄個 fetus 咯。無拜幾年了，2 years later 我嘅 brother 就was born。了，伊會曉講話嘅時，伊教我人講，媽咪，你愛買較濟 toys 互我，因為我愛甲哥哥佚佗。了我人講。後面人是你嘅哥哥，咧，伊 point 佇一個 empty space 嘅哥哥佇迄邊。哇！了我人就 start 拜伊咯，就買囡仔物件、囡仔衫、囡仔鞋。了 until 2 years ago 嘅7月半嘅時我就望到一個大波囡仔，
older than 我嘅 brother。啲偷我小弟嘅 jeans。哦，偷你小弟 jeans， 都綁掉啦。了我就問伊 ，Dude，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man？啲我嘅 dream 裏邊，in Cantonese 伊講，姐啊，我冇心着啊下邊。就是安尼看我人較話愛擺大人嘅物件互伊咯 ，iPad 啊、電腦啊，哈咪都買互伊啦。因為伊攏直直擺細漢嘅物件互伊，了伊細漢嘅未清了。安尼看咯。這是兩年前啊，兩年前都綁掉。兩年前。了這年前是你嘅小弟看到。伊2-3歲嘅時啊。即係about how many years ago 咧？幾年前？幾年前啊，15年前。哦，哇！伊有18歲了咯，應該是。你看到嘅是差唔多安尼18歲，還是較細漢個？較細漢嘅是。我綁到伊嘅是，迄個囡仔 around 18歲啊。哦，所以少年紀嘅可能啦，是。你會記迄邊咯？我袂記，我知迄個囡仔甲我的小弟相面。我毋知，了我甲我媽咪講，我驚嘛。了伊就講可能是迄個 older 的 boy。死嗰時嘅2年，我冇幾長，我咪走啦。我嗰時嘅2年。咱講到嘅係啥？出來人誒，咁唔是鬼啦，還是鬼本啦，是鬼哦，是鬼嘛，是特別咧是出來嘅人誒鬼。我真拍聲，我未使講我嘅故事都聽。做咩做咧？because 我就是咱人嘅 gathering 佢後往 internet 有一個 show。佢都被燒掉。我 director 講，下面人本未使講嘅。OK，唔係，但你都講過咧，是個一刀落音是咪？先嚟講咯。可能聽緊了。特別，你特別介紹叫人去嘅 show 咪對嘛？對本咯嚇，你咪去咪通聽咯。對。幾號啊？OK， 我同你講，你人3號嘛？係啦，係你是幾號啊？3號。佢吹啦。係你 show 是8號、9號、10號。8號9，我到去新加坡啦。8號9號10號，8、9、10。對。係你 show 咧，伊叫做 Live Sendirian Berhad Hantu。我是一個 series 嚟，我佢哋 series 單年做咗一道嚟，一年係叫做 Live Sendirian Berhad，我是講 real stories of Malaysians。real stories of Malaysians， 所以今日講故事咧，本是馬來西亞人，係啦講嘅今日是真嘅故事嚟，因家己親身經歷關於講真嘅故事。有人講之前我有做過一個叫做 abuse 啦 ，abuse 就可能 call 到咯。even 有人講伊家己伊是互人 gang rape 過啊，但係伊佢是期待去將家己過嘅故事講出來。所以hantu是 topic 啊，即係一單嘅是hantu咯，所以特你期待講嘅今日本是家己嘅故事嚟。變成白嘅啊？變成白會掉。8號7號8號9號。KL 就是兩人 gathering 嘅一個禮拜咯。特別伊唔是今日拜六呢，伊是拜4、拜5、拜6禮拜 KL。所以就是講，讓阿伯來往嘅 gathering 整咧，你會使去聽 KL 嘅聲。因為 KL 講述甲邊咧有淡薄無相，有幾那人是無相嘅。像路都無講啊。OK， 豆嘅學嘅話，做下做錢咧，我聽。係你是學嘅話嚟咩？你是豆嘅話。豆嘅話咧，豆嘅話聽唔到你 internet，但冇巴什馬諗。แล้วโอเคเราใส่ขี้อีกวย8號9號10號啊？有8號9號10號。ตอนที่เป็นนักแบกอ่ะกูอยาก講啊。一句嚟說是講 English 嘅。用 English 講啦 ，OK。แล้วลูซี่到底อันจ้า會在ขี้เป็นนักแบก .org 啊？ติดพัดเป็นนักแบก .org เดียว係啦 KL 咧是 klback.org 咯。klback.org ขี้嘅เป็นนัก嘅是เป็นนักแบก .org กี่กว่า我 rehearsal 點時我特人本講家己故事，我 rehearsal 幾那道咧，樣嘅故事講真好聽，所以攞人家去聽。發生我冇肯去哦。發生我喺新加坡還是？你喺新加坡對。
哟，冇笑。同佢講，你有點聲話，一人嘅 show up 嚟做成，白白都幾有跨劇嘅 version 咯，特別拼拼咯。就是啊，其實直接要拍拼對嚟。我是愛喺做，我是愛講早起去了，看了 show 啦，半暝就對嚟咧。哎呦，大冇阿龍，你落嚟 KL 嘅嗰邊冇？誒，對我你話隻機嚟，阿本來落去啦，大家話隻仔對嚟咯。嚇咩物件？我18歲嚟喎，我嘅是30號入9號教路佢變英喎。哦，你多幾多錢啊？18啦，我18啦。哦，OK，呢個梗有閃嘅咯，到嘅一定要閃咩？誒，到咗路嘢到嘅。哇！我看有人收路啊，有人愛收我無咯，無咯。哦，那多處咯，那多住少了咯。我看我嘅 friend 有對無對嘅咯。你多處嗰陣時都係喎。我而家有可能咯。我問嘅話佢近乎嘅 wedding 嘛，所以我多巴係較容易。哦，你咪司機，一人就到嘅啦。二磅咯，二磅單條路嘛。唔係，二磅冇人多嘛。特別阿 John 啊，有時一企一處就冇多二磅，多頭磅啦。哦。誒，你較驚二磅嘅時間驚頭磅？頭磅，冇後面咯，你全部後面咯，較驚頭磅佢驚二磅啊你。阿 John，你記有冇聽啊？對啊，我同你講，就咪一做一 launching 嘛，一斜嘛。係咯，我騎嘛，我講 Vivi 爸爸。我咪騎嘛，我個阿母咪騎咯，我講話，誒，見咩冇落雨咪都嚟啦。係咯，一個笑我就講嚇，哎呀，笑我就講嚇，哎呀，我就講，哎呀，你做乜咯？出車都咪嚟咯。阿郎，你看我 WhatsApp 無伊有寫嘛？寫咩？WhatsApp，你看伊 WhatsApp 寫咩名啊？哦，等陣我去看下。哎呦，呀！阿 John 啊，我同你講，你不到就是你去佚佗嘅話，你去沙拉瓦咧，有一個所在你會記起嘅。呀，驚得咯！我唔是，甲邊個講嘅？特別伊叫做斯尼辣椒。斯尼辣椒啊！斯尼辣椒，一條啦，一條。斯尼辣椒。OK，來，等我學7號講到對7號，感謝下阿涵你告訴自己。7號咧，7號來。OK，這裡是 continue from 我大媽係你告訴。OK，這係第2 part 啦。OK，第2 part 嚟講咧，我朋友這裡朋友。你朋友，OK，講。大媽我朋友是有 depression 嘅嘛，對。然後佢暫時伊 family 是真正按怎講真正 harmonious 嘅，所以佢咧是第一道拄着鬼咯，伊是講是查某鬼啦 ，OK，所以伊 family 嚟講哦，風險只幾年後啦，真濟問題，唔係真係 echo 啊？你講得出 continue 講我俾講學打落嚟。OK，會使。誒 ，why 會？但面是攞情 headphone 咯，攞人阿涵加7號情 headphone 咯。有啊。情 headphone 啊。有啊 ，OK， 會使啊。continue 啊 ，OK，alright。所以幾年後 after 佢哋 incident 咧，嗬，伊 family 是真係 financial issue 啦。伊 father 嚟講，伊家 mother 咧是規支瓜肉大厝。小妹，伊爸母就小妹。小妹真厲害到個一下會使個我啲朋友develop 到 depression 咯。哦。So after that 伊人是崩潰啊，伊 father 個 mother 崩潰。所以當然 father 是大把海，伊家 mother 白白大當金咯。所以當金伊人是大落後合併嘅。一到落後合併嘅厝本是嚟自另外一個事，佢是 flat 嚟啦。所以有一暝困在伊房間，了伊記了伊是半暝風險，半暝是吼伊知伊困嘅 style 是看視靈嘅嘛，伊直直困嘛。所以風險伊感覺到一種嘅 presence 嚟講。
有两个白樣在頭前。哦。兩個白樣頭前慢出現嘅款咗。你可以看清楚哦，即兩個有一個是白色，有一個是黑色嘅。哎呦，我白機 ，sorry。我白機。แล้วอีกข้อชิงโชว์เหรอฮันนี่นอเลยฟิกเกอร์โอนอเลยล่ะอุเชงโบยโดอุเชงอะไรแฮทเนี่ยโดรู้จักฮันนี่ให้ป่าอุชังโเย้ตัวอย่าง嘅字啊，字筆，切入啊，切入嘅。對人對頭前嘅嗰陣，我慢慢背嚟，慢慢叫佢起樓頂嘅啫。淨係隨走嘅，可能你會驚，你看到真正明顯咯，驚起頭。because 伊下陣時是 Christian 嚟嘛，伊唔是講只係 strong Christian 啦，但係伊驚咗去做 prayer 咯，伊講 Jesus come and help me， Jesus come and help me， 安尼款咯。好，咁 after that a few seconds， 佢哋攞嚟擺冇去。哦。誒，我唔啷知，我冇明白迄個，唔係我們是 Christian， 我冇明白迄個七夜八夜是蝦米物件嚟？但我你講嘅啊，我白啊。黑白無常是跨路去 underworld 嘅咯。哦，按照寫黑白無常，我要找看伊個 online image 安怎？我有睇啲邊個福建嘅直播有人講到，我有伊個效應啊。哦，得嘞，安怎？邊黑白，我唔知是唔是？安怎寫啊？無常啊。哦，無常，OK，無常啊，所以是無常上來啦，還是？等一下，一個是這個是哦啊，就是較懸啊，唔是較低啊，就一個是只啊真長嘅。耶媽，該驚你啊！耶，我冇看到，我冇該看到伊小英嗰啲，耶！一件人嘅伊 feature。誒，爸，你看我看嘅這隻叫嘅喎，哎呦，so cute 啊！我看嘅，我看嘅這隻叫嘅，我放個人看，安怎放啊 ？OK， 我去就啲咧即 share 我 screen 同人看，我除到幾難你嘛，只看隻叫嘅看，這個叫嘅黑白無常喎，對哦，叫哦，我未掉，哇，小 Q。你也來正在下面追你，黑無常，白無常，我知等等誒，這個是人其實等嘅了句子 ，OK， 知等咧，你去迄個暗啊，人學鴉片啊，畫啲頂邊啊，誒，也是頂面。頂面。哦，樣播阿片到第一季誒。哦。我去問人啊，伊人講雖然講伊沙拉本啊，伊人嗰啲做啊。哦，你是。去暗啊，伊個節加了暗加了嘅。哦。哦，樣叫播，伊暗嘅有嘅暗公啊是安怎款嘅嚇？伊是安尼啊？是啊。伊即驚咯，即。等陣我去找這個啦。安怎你恐怖誒？這就是，然後這個該驚啦，這個看到，這攏看到，喲，記得嗰邊，誒特別白潮嘅，你吹鬧嘅喎。我唔知咋，我唔知這是特別人死是有下咩？有啊，唔是啲。人講啊，你過身嘅時，迄個腦咧，伊會現大。出現。出現大，你會面前啊。講你會落地嘅啊，落迄個。哦。伊來帶你落咧。落去。對。我咪都人死時啊，迄個即個福建話叫咩？我白無想啊。是哦，伊是講，無啦，伊是唔是無相啊？迄個氣候本聽到，等陣我查我字典啊。白咩？白。
唔是依個波雕白啊。哦，他怎麼講咩？波雕白。按照講，按照波雕白是按照寫，按照講。等陣。波二波嘅波咯，波比嘅波咯。波係咪白？雕後雕咯。報掉哦，去報掉啦！到時你想叫你報名，你入你地嘅是報名咧，報掉。是咯，唔是報名係報啦，是報比嘅報。報比嘅報。報掉白啊！報掉後掉係掉，報掉白。就七廿八廿蚊咯。七廿八廿 ，OK， 七廿八廿。有時攞嚟，阿叔講啊，攞嚟將軍嘅嘛，一個是生食嘅，一個是生還嘅。還嘅，對啦。生還甲生食嘅。我看到有咧是人裝嘅，伊是人死是下咧抓嘅，還是人裝嘅？對咯。用七廿咧是生食嘅，七廿咧是較懸淡薄，係咧面愛，係咧白嘢咧可是較 A 淡薄，係咧是較白嘅，係是白嘅。哦，七白嘢㗎。喲！一人 disco。張 disco，OK， 七嘢甲白嘢啦，七嘢是白嘅，白嘢是愛，還是七愛白？我俾變。七白白，一有故事嘅，有時有一個故事嘅咋。因古邦嗰時，因是白嘅人咧，做內嘅人。嗱，七日甲白夜咧，學白俾，因未去，因只去倒落去一個橋為見面，因為嗰時去橋為見面。係咯，七夜咧學叫白夜，我都成單隻成，伊小級話較教。係咯，天落河咯，天落大河咗。係咯，落大河咧學七夜咧學到去廿河數啊。廿河數咧學。伊走過後咧，雷公卡落來啊！伊嘅江嘅水啊，過頭滾啊！係咯，白夜佢唔走咗，係咯，特別以前嗰個細隻誒，係咯，伊河水淹死伊。係咯，七夜咧廿河上過嚟，趕過嚟點先啦？七夜已經吹無掉咗，所以七夜就真極閃咯。係咯，伊就啲有會咧掉暗死咗。哦，所以入落啊，伊是伊唔知按怎死嘅，我冇未曉啦，我就講伊是按呢款死嘅。伊唔是暗掉咧，伊是用家己嘅手一格家己，整個格家己啊。哦，一樣，哎呦，所以按照伊接到拖出來。特別伊咧我咧學呀，啊唔係，咩呀？伊咧學呀，伊個學呀是淹死咧。哦，淹水死嘅，伊只有等我。所以伊個皮都。就是人淹死啊！哦，伊皮烏去，咧。哦，真好聽呢！因為我唔是白嘢是淹死嘅，淹死呢個唔是哦，淹死是白嘅。哦，我哋講拍死咪是愛。藍門啦色啊！我哋講拍係啊。鵝青啦，喺你鵝去就是切嘢嚟。係咧有時而家入落我感覺講，哇！攞內下啲嘢感情計好咗咯，所以白豆咧嗬，讓愛你燒佢咧靈魂啊，能死過後啊，讓佢掠，或者講佢掠咧，一時掠歹人嘅就歹人嘅靈魂咗。哦，所以你看到咧切嘢白嘢就是無好，伊是掠歹人嘅啦。伊是掠歹人嘅，伊唔是掠好人嘅，掠歹人嘅。哦，咱應該袂使看到啦，袂講我唔捌看對，我人就好數。誒，特別，但係咱們講要 clarify 一下，咱們講七呀八呀係七是八還是七？係咪？七好七八八，七八八。八是鹽水絲嘅，啦，八是 P 嘅頭嘅嘛，八不是 P 嘅頭。OK， 八是鹽水絲啊。八是鹽水絲嘅。了，伊較假啊，還是較懸？伊較假。哦，較假 ，OK， 愛較懸。愛較懸。OK， 哇，愛較懸，切你較懸。OK， 所以是愛是走去到 somewhere 啊，了伊個八號，去廿號線，A 鹽水絲。哦，日日等了伊水鹽是個絲。伊鹽水水嘅，鹽水絲，因為伊部水夠。冇鹽起來啦，鹽起下。因為伊到底係咪日日等，特別日日等八號、7號。我咧成日講珠山嘅，然後7號嘅等8號啊，然後7號是
頭我我未知，because 只 interesting，但係咱講切阿伯啊，我唔知係咩意思嘛。แล้ว有係咩赤塊係咪？有啊，有赤塊。有啊，แล้ว有 audiobooks 啊。咱係使做咗，咱係使做咗。咱就講下切牙甲白牙，我伯無常。我伯無常。但我諗講咩啊？咩波雕班，波雕白。啲檳榔啊，對咯，啲檳榔八條路有一間波雕白嘅暗。有暗咩啊？有啦，波雕白啦。哦，我去八條路，南京 road 啊。我去翕小影。去啦，去翕小影。你咪看到咯。OK， 我知啊，行，不要緊啊。OK， 但我就是人講七號講，你看到咧我白，特別是七號八號來看到伊。OK，sorry 來接一堆。OK 啊，伊告訴我 continue 啊。嚇，人直接拍到伊告訴。OK， Sorry for the interruption for educational television. This is educational television. It's to teach you what 7 and 8 year is. OK， 來講七呀八呀，來講。after 是 after that 伊是老豆啦嘛，還是個大還是個老豆咯。所以紅有時只是伊 mother review 可以一個 secret 啦，伊actually 定到嗬。伊 mother 有按怎講 miscarriage 過。哦。because 伊是對 family 是第大漢嘅囡仔，所以 before that 伊應該有另外一個大哥是冇出世過。哦。成個大媽你講嘅成個漢嘅小弟呢？對。So after that 嗬，伊人是袂紅講咯，伊人攞嚟。伊大部 before that before 伊人離開時咧，伊人袂紅講是講，伊人嘅係個定到 miscarriage 嘅囡仔咧是冇咁亂。冇咁亂。真正，按怎講啊？嚇種嘅。冤嘅呢？啊冤咯，對了伊人咗，所以伊人嘅 process 伊樣成個一直啲愛插亂樣啊，名字。就是插亂咯，就是嗰啲亂，就是怪怪嘅物件對。真係 miscarriage 啦，我學嘅話，人講驚拍個流氣啊，成日人都講啊，特別啦，平時人講時啊，驚係拍個流氣。係講成個 miscarriage 啦，驚個流氣。後條冇聽。後條冇聲。後條定得教我講啊，我未記咩。落，唔是落驚是 abortion 啊，唔是你就記住，你是講人講伊成個 miscarriage 是講落去咩使啦，特別是拍個流氣。落驚 OK， 來就你7號。格樓。7號格樓啦，格樓7號來講。OK， 就是喺你人講是講，介人講女人咧，就是愛學曬伊，就是愛。每次禮拜我小物件可以咯。禮拜啊，特禮拜啊。特禮拜一單呢款啦，小物件可以唔學曬。特別咧，嗬，伊人是冇 practice， 伊人是冇上線。所以一路來哦，我係朋友啦，你看伊哦，伊人哦是actually規日成日 depress，搞個當點時間嚟款呢度。你叫你朋友學曬伊哦呢？我朋友唔知點做伊。按怎講是有 imbalance，emotion 係 imbalance。大家當然我唔知是伊個咩物件，特別我去 meet up 伊時啊，或是我冇感覺係咩刺激物件啦，我是感覺 normal 樣。特別有可能就是伊家己學曬伊個歌咧，伊個可能別來插落你。有可能咯。你伊 balance 頭冇 ignore 你 advice 啊 ？ignore advice 啊？當然我唔知做咩事呢，反正就是無關無插了，個當然伊本是未驚嘛，想咯。刺激。呦，咱點話正嘅喎，咱個就冇講過。等我個阿漢嘅講一個阿漢嚟。OK，so 我是。等陣 ，sorry， 阿漢，你到邊嚟個？冇。你到啊？到 Australia。到 KL， 來啊！來未到我5號開工啊！我收3號嗎？cannot 啦，真有掛啊！12月17號咧？我喺中國
人人對嚟啊。對，搞到冇贏，冇肯數。Next round 啦都對嚟先。OK，嚟嚇，你就會講對。OK，我是SJKC 力行嘅迄個學生啦，了有一擺一個先生伊是過身了，伊過身嘅時是1 AM 1 PM， 下晡1點，12點嘅時下晡12點嘅時，伊教迄個 class 就看到伊對來 Garo call。แล้ว特別去點名，下面人有來，下面人無來。OK，特別一點四。伊是一點，特別你講12點嘅是人看到伊對來有燈。伊個學生看到伊對來點名。了 next day，隔壁班嘅先生就入去伊死去嘅先生班講，你人嘅先生死了，伊人講無啊，昨暉12點嘅時佫對來點名嘛。你看咯。你意思係咪屬於破病死還是 accident？ 破病死。但係意思 actually 無來啊啦，即係人家己看到嘅啦。把 whole class 看到50個學生Must be 伊 before 伊去嘅時，伊講哎呀，我袂點名無。伊嘅 spirit 就去點名。等陣我每人看者，嗰隻每隻咧7夜8夜問題啊。OK。7夜8夜是你講無好人家看到嘛？即係普通嘅人，I see 是看到，即係未應該是，若是講你好人嚟講，你是無看到7夜8夜對。是唔是？應該。唔是講隔了人是本是。安怎人死是個有係7夜8夜嘅人講啊？應該是無係啦。無係嚇。你唔是啊？點我想嘅是迄個阿嬸嘅，小阿嬸，小咧阿嬸啊，伊小是個工人嘅咧。阿嬸啊，你係 driver 啊。哈。唔是7夜8夜。OK。7夜8夜是有人去暗嘅時，是多有看到嘅啦，嚇。嗰時有時會做你大樓咗哎呀！七個是啊？咁成人講七個是可能應該是會有本嘅。你講7夜8夜，但係個1 2 3 4 5 6夜個咯。唔知喎。真個7夜就都是有1 9 6個嘛？我好似講有時講7夜8夜。又唔止只攞叫你，而家只有只7夜。個7.1 7.2。個海地呀！個海地呀！個老爺哦！我講咧，我就驚咗，講得見未？我驚嘟。係啦，你係混掉你啊！看到我嚟講，你講出來是唔是海地呀？係咯，時間夠了，我嚟坐落去啊！你聽到你海嘅聲啊，唰叫咩？就是海底下來啊！海底下我是個叫，我是個叫，我再講就叫，hello。海底下真好食啊，女女。好食。我本身㗎。OK，咁我差兩條即係講阿漢講了未啊？講嚟啦。OK，我感謝下這禮拜特別嘉賓真正留咗，咱個學到唔知講到幾個唔知莫幾層，咁看到大媽你學白機嘅朋友會講鋪條，我唔講咩講一個鋪條嘅，我係個講嘅告訴我不講過啦，特別就係講係你告訴，所以我講過就知道，我係個差唔多6尺高啦。有伊個樓卡出租，伊是甲樓卡出租水嘛，到底一個 MB 嘅時，定到 MIA 讀冊嘅，所以伊到底樓卡大咧，伊講伊有一間罐，伊講兩面鏡，伊講伊擺落叫我講，伊講我擺你幾個去樓頂啊，伊樓頂是無上 owner 嘅咋，所以講我擺你幾個去樓頂啊，了時嚇不啦爭起來啊，了
伊就甲我講有一間咯，人捌看過一間成個路那管的咯，100-300塊打包，特別一鋪掉到啲頭殼無當條頭殼，一時間人講啊，然後伊個樓頂，伊就無甲樓頂嘅人講話，樓頂是無上嘅，除咗了，但無反對黨淡薄啦。然後時有一日時，我個嘅朋友同學就甲我講，人被搬了，伊講袂啊，往別得閒，伊講伊咩，特咩時看到一間大包後，伊講成貴1,800，差唔多成兩那個，你甲我講，鋪掉到啲頭殼，特咩，但看到伊講，所以想啊你啊，伊講特別佢青豆喎。伊成啊，真好看，伊洗頭毛是水啦，1,800嘅恤啊呢，100塊呢。特別我唔知是係咪啦，特別我聽人講伊是人淡薄就好看啦。成個頂到你嚇？成個攣嚟好看係啊？成個辣陣鏡咧好看係啊 ？Sorry 啊，我唔知啦，其實有 record 點知喎？做咩事咧？我無去注意，我啲困，我無去關。你兩仔在紅險？我係啲嘢嚟叫你啊！我Facebook 我看到 post 物件。哦，我想係啲嘢嚟叫你啊！是哦，應該是啊，係啲嘢嚟講誒，比較好見有 recording。No，第二個 week 嘛，唔是咩？我唔知你係鐵渣嘛。我其實講話咯，早起佢未聽啊。唔是佢未聽，我聽咗佢係個擺崩曬啦，崩曬一個來所實話。OK， so OK， 感謝即係禮拜特別嘉賓就是大媽講到啲走去了200幾咯，然後個阿涵咯，加7號感謝，然後即邊有一個布拉山雞不過來，個紅毛，然後個有菜店嘛，加阿龍，好點阿龍，然後加雞脖子，俾個脖子走去啊，然後。我對哪樣哦？然後個有豆嘅，雞脖子你對哪乜對哪邊講哦？你明嘅講哦？講我自己見係嘛？然後我你講啊？你再講。好等穩喎。你講。會使啊。OK，即係是我古早我搬出嘅故事啦。OK，所以我古早我搬出我古早大 BJ 嘛。然後我 parents from 我公媽嗰邊搬出來啊，過後。所以然後接中我哋時，我就搬去巴生讀冊咯。所以到巴生讀冊時 ，starting 嘅時我能成大沙林大聲咯。沙林嗰邊咧，first 迄個厝是那個環亞厝啊，反正都知哦。所以我人會meet，我人會共人哦，就走去過後，我媽都那個邊啊。然後我 mother 人無爽那個徛條伊鈴嘅那款咯，所以可以看到啦，伊目睭影那看到一個那個囡仔那走過就知咯。哦，然後到尾人然後到尾人就相信講是迄個共人一走嚟是一幫代表到迄間厝咯。哦。然後迄間厝所 after that 我諗大冇無久啦 ，because 幾那禮拜過後哦，迄邊度飲水啊，我人就講唔大了，所以搬去巴生咯。所以搬去巴生第二間厝嘅時咧，即間厝咧都真係暗。呢厝哦，呢是那個陰呀。真係陰嘅話，佢唔要緊啊，即係暗，你多伊迄個伊 kitchen 位哦。佢在邊煮只喺邊啦，根本是落早起伊個外口嘅日頭落幾滿好喎，伊就是那邊就是暗根本是黑嘅，你冇開看袂到嘅。哦 ，OK，所以我大喺邊 actually 是無咩事啦，外口一個山野棧，所以伊個山野棧門摘掉迄個櫃咯，所以規間厝那邊暗看袂到物件，反無講一個貴咯，然後我人就到尾大差唔多一年甲幾無事啦，我嘛搬出去後尾一排咯，因為厝較大嘛，我就搬出嚟，我係teacher搬入去，我有一個阿嬤先生搬入去迄邊那邊你知哦，所以一搬入去迄間厝哦，無夠兩個月安尼款哦，
伊生伊行樓梯哦，伊行樓梯，伊行起嘅時啦，一到第尾一站，一徛起去嘅時候，那個有人 push 伊啊，有人推伊啊，塞伊啊，拔刀啦，伊手指咯。哦喲，然後到尾伊馬上就搬出去咯。特別我人大後尾迄間厝哦，佢不是有樹嘅喎。我大迄間厝 actually 是好貴嘅，特別後尾有一個真大嚟講。然後人講迄間厝真久無人住，所以我搬進去時 actually 是無啥物物件。然後我人住迄邊門好久啦，特別有一暝哦，我阿暝我細漢嘅時我真驚，你知哦。我驚鬼嘅，所以我起落啊，我達到佢間厝開開嘅嘛。แล้วอุจิแม้ว่าคุณแช่ว่าซันนี่ปอนมีคุณแช่แล้วว่าคิดโลคิเหล่าคาลิมจุ้ย所以一行落去樓骹哦，徛條樓梯位哦，我ซันนี่看到廳位有一個purple color 嘅花啊，然後鋪條 from 廳鋪去後尾嘅迄個 kitchen。我未講，迄時我佫奇怪是，我佫未驚哦，我看到了哦，佢等於除樓骹去開花。你幾歲啊？時？啲時差唔多16歲嘅嗰陣咯，15、16歲嘅嗰陣咯。然後到尾到所以我住喺間厝本是無啥物事嘅啦，是看到迄一擺爾咯。然後到尾 from 巴生，佢再搬轉來我當今大嘅厝，我當今大吉隆坡嘅厝。迄邊咧，伊人就講後尾迄個羅浪街迄邊就有鬼。人講阿妹嘅事啦，有人行過啦，一樣看到有白樣，咁走嚟走去。你安尼款搬呢一道厝？我朋友甲我講咯，我 parents 是問無3000啦，因為我讀冊中學讀冊哦，伊搬去沙林，然後搬去巴生搬落島。哇，你嘛是插班生？冇啦，sorry 啊，我不是巴生人 ，so disclose 就冇驚嗰個 area。南方歌崗是唔是？歌崗了，南方都歌崗了，我真係嗰個見下了。一個真正大嘅長嘅後尾。是唔是？嗰個有一個等學堂independent 學堂嚟，是唔是？對。巴生比大間咯。專門打 boy 是唔是？係咪 ？Only guys school 是唔是？冇，大 guys school 嘅隔壁。我讀長樂學堂嘛，然後迄個長樂學堂哦，你住喺迄個班入面哦，你大致早起是看到對面望，有看到望嘅。迄邊冇真濟。迄邊冇真係幾個書啊，等下邊。你就等人哋拜幾節啊？拜來我哋80萬是唔是？對。80萬你個唔記知啊？是唔是？好了，佢就講到啲隻。我係阿姑啊，跟住咪豆豬嘢。哦，啷個豆嘅？伊個咧是巴生嘅豆嘅，成呢個咧是樣嘅厝人嘅啊。我都有嘅做，我頭嘅有 history 嘅 ，OK？是豆傾嚟啊，是豆昂嘅。豆。我每啷看，但係我去讀嗰啲七爺八爺嗬，我讀一下，伊時講有人講叫做大爺二爺喎，大伯二伯，是唔是冇成？伊講上一個特別人叫大伯二伯哦，伊講台灣叫七爺八爺。我讀你 Wikipedia 對唔對？啷特別啷把自己讀啊，都嚟個講啊，你話，我會使記一個故事，記一個故事差唔多講只啲嚟，茶，我古早為攤茶夠攤爽嚇嚟，為故事伊有拜大爺字啊，老細。好，那大爺字啊是個七爺八爺上嘅嚇，應該是上嘅啩，我唔知係啊，我白啦。了個學伯，但媽我讀到學伯，我讀到人寫到學兵嘅啦，但媽講學伯係管嘅，是嘅。伊人講是因為伊迄時伊迄個飲水啊，然後伊因為賣走啊，伊就拔掉伊家己大迄個橋卡位咯，然後伊水飲起來飲死伊咯，然後伊飲掉了，然後一條拍伊規個人變烏去咯。了。
แล้วแล้ว佢哋แล้ว咁你拜對一字啊？是吊暗絲咯。哦，冇是一個，但係是講一個，你知道？我唔知啊。冇像 conflicting stories 都被 clarify 啫啊。有嚟，有吊暗絲。anyway 講到對啊。講到對為古星啊，伊是伊是人的話，伊古早真伊是真相信神嘅，但係擺去看去梅神啊，那啲物件嘅，所以伊那個是有點去找一個跳河白嘅，然後伊就可以伊人就可以一個 statue 咯，伊河白 statue 咯，都伊出擺咯，然後伊就擺了就擺 for quite some time 啦，然後伊擺過後，伊嘅朋友去厝。所以朋友去厝，伊講你迄個真正水啊！所以然後我舊伊是真正講義氣嘅人啊，所以伊聽到人伊朋友講伊真水哦，伊講安怎我好路啦。哦，所以伊嘛互伊朋友去，伊朋友入邊去拜咯。แล้ว after that 特咩啦，我是聽我金講啦，特咩哦，伊阿妹聽到連哪嘅聲。鐵鏈嘅聲，鐵鏈啊！แล้ว教會樣咗解決我唔知啦，我 suspect 是講伊教會伊，所以其實人唔加解困到滯哦，解困嘅人會聽到鐵鏈嘅聲，所以我是 suspect 講伊解決是伊教會去找河北跳檔嘅檔機，แล้ว去梅安怎解決แล้ว係咪咯？因為即係幫我去厝嘅時候，我看到伊有擺到對咯。哦，咁啊，伊是安怎伊先伊咧，可以係咪伊先？嚇，伊一個細個 statue 攞嚟咯，一個我一百咯。嚇，然後伊人一家係咪是講伊後壁 statue 樣是旁多地主講嘅嘢喎？哦，我是想對了咗，可能是各地嘅一邊啊。OK。好，感謝，嚟，咱個再講到對咱嘅，哇，今日學到嘅就是咧七夜八夜，我特別去 research 較濟淡薄，希望對本來是我會較了解這七夜八夜，然後到底個七夜八夜個有叫大伯二伯，唔知上人嘅事，大伯講咧，我係大伯講是大伯講。安尼亂來大伯講是大伯講嘅，冇啥物件。冇啦，我咪講是大伯講，是唔是參隨都來第七夜八夜是樣少？冇，大伯講是人咧，冇關係。哦 ，OK。哎呦，我未曉啦，就是要學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啊，不過報告個一道人嘅特別嘉賓咧，就是頭先冇人講了嘅新加坡嘅報紙。甲有即位 producer 大家，然後個有愛好調阿龍教授蔡點啊，然後個阿毛感謝，然後個有布拉珍基嗰個來，唔知講我錄音，然後個即係嗰邊阿韓嘅7號，然後個大媽走去了學白記。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都在禮拜個再都來聽，咱就感謝，真歡喜到啲邊個看到人，拜拜。